我哋喺澳門嘅工作室，我哋係非常之幸運嘅。我哋擁有一個好優秀嘅一個地理位置。我哋嘅位置係位於澳門嘅政府總部一個中心嘅地帶，而我哋工作室而且亦都係一個我覺得好有呢個澳門地方特色嘅一個歷史建築嚟嘅。佢呢個建築有超過100年嘅歷史，而且我哋呢度裏面有一群我覺得好好嘅同事。我哋澳門嘅團隊一共有20人左右嘅一個團隊。對於我嚟講，其實佢算係一個中型嘅一個團隊嚟嘅，但係呢個團隊嘅規模對於我嚟講已經足夠可以服務到唔同體量嘅一啲項目。喺創業之前呢，我係一位我好熱衷喺文化設計同埋一啲活動海報設計嘅一個設計師嚟嘅。喺大約8年之前，我開始意識到我嘅設計嘅影響同埋價值，通常佢都係有一個時限性嘅。我意思係你創作出嚟嘅一個好出色嘅海報，或者係你做咗個好優秀嘅活動嘅設計，但係隨住呢個活動嘅結束，或者你嘅海報嘅曝光，甚至乎可能你獲獎嘅一個信息，佢慢慢減弱。作為設計師嘅我哋喺呢個社會影響力就好似會慢慢咁樣消失。所以呢，喺當時我就開始思考，我可以點樣將我嘅對於社會嘅設計影響力可以一直延續落去呢？大眾嘅認知主要嚟自於佢哋使用我哋嘅設計。於是我就改變咗我嘅一個思考嘅方法。我哋開始專注喺研究商業設計領域。我哋希望將我哋嘅設計能夠真正融入到大眾或者係大家嘅日常生活裏面，令到佢哋能夠帶嚟真正嘅一個價值，係嚟自一個好嘅設計嘅。我認為好嘅商業設計首先係將設計本身同埋商業模式完美咁結合埋一齊嘅結果，而唔係僅僅只係依靠視覺設計嚟推動整個品牌嘅。佢應該係兩者完美融合嘅一個體現嚟嘅。佢涵蓋咗品牌設計、空間陳列、線上線下產品以及商業模式嘅各方面嘅一個整體嚟嘅。每個行業都有佢好獨特嘅一啲規則、特性或者要求。而作為設計師，我哋需要了解到每一個地區嘅文化，就好似喺我哋中國，北方同南方之間已經存在住好大嘅一個文化差異，甚至乎連佢哋嘅生活習慣都係完全唔同嘅。更何況更遠嘅海外嘅地區，呢種差異就更加明顯。喺我哋早期創業嘅階段呢，我哋嘅創作會受到好多本地一啲文化一啲好深刻嘅影響。呢種影響其實係源自於對於我嚟講一位好尊敬嘅前輩馬偉達先生嘅。佢喺早期嘅時候將葡萄牙同埋一啲中西文化嘅技巧，將佢哋融合喺設計裏面，而且呢種融合係潛移默化咁影響咗我哋喺設計上面嘅一啲表現。但係隨住時間嘅推進啦，呢種嘅影響其實我覺得已經唔只係局限於喺手法上面嘅，更多其實係體現喺我哋嘅思考方法上面。我發現對於文化理解唔能夠只係停留喺表面，佢應該更加係深入到去體現喺我哋嘅思維方法同埋我哋生活習慣裏面嘅。我哋會更加客觀地去思考品牌。我覺得一個優秀嘅作品或者品牌，或者一個出色嘅產品，應該具備唔可以被替代嘅獨特元素。呢一種獨特元素可能係嚟自於佢嘅所在嘅城市嘅特點，或者係產品嘅特性。而我作為澳門長大嘅一個人啦，我唔會偏向於其中任何一種文化，而我會致力於點樣將佢哋更好嘅融合埋一齊嘅。一個設計師應該係保持相對客觀嘅一個角色嚟嘅，因為設計同藝術之間，我覺得最明顯嘅區別在於設計本身係圍繞住解決問題去展開嘅。我哋唔應該只係關注外觀嘅美感或者個人嘅偏好，亦都唔應該僅僅只係追求設計能否幫我哋帶嚟啲獎項呢啲咁表面嘅因素，而係應該更加客觀地去考慮我哋嘅設計能否真正咁幫助到客戶，佢喺市場上面產生啲影響，可以幫助到品牌取得啲突破等嘅真實嘅因素。喺呢10年裏面，我哋不斷咁去努力拓展我哋嘅業務。我哋希望將華人嘅設計理念可以傳播到更加遠嘅地方。我哋希望可以覆蓋到歐美、北美或者亞洲更加多嘅城市。而最後我哋研究選擇落地喺東京呢，其實係出於一個我覺得好重要嘅考慮。我哋唔希望將 True Design 變成一家跨國際或者係規範化嘅品牌設計公司。我哋應該係一間更加注重做精品嘅品牌設計公司。我希望我哋能夠喺呢座城市裏面揾到華人嘅一席之地。